中央银行甲美国财政部发布联合声明，表示讲双方针对汇率的议题达成共识，强调无应该操作汇率，敢若伫咧变动过度失去控制时阵呢，才来双向干预。也中央银行强调讲，即摆声明呢，甲对顶关税谈判无关系。也美国财政部警告，但是毋捌要求咱台湾即个代票爱升起哩，都有汇率专家认为讲这显示台美双方针对汇率的议题有咧沟通，消除市场的疑虑。伫咧社群网站发汇率议题联合声明，中央银行宣布，甲美国财政部就汇率的问题达成两大共识。双方共步发声明，包括无应该操作汇率，避免阻碍国际收支有效调整，摕到无公平的竞争优势，减少汇市引进过度波动或者是变动，爱双向兼顾。虽然没有操纵货币的一个问题，但是你有可能在他认定的这个操纵货币的3个标准里面，有其中2个又达标，现在又在谈所谓的关税，发联合声明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，不要让大家连接。他想要传达的是有密切沟通，所以希望外界不要对于汇率有太大的疑虑。央行讲，美国财政部从来就无要求新台币承担。长期以来，伫咧美国财政部公布半年度汇率报告进前，拢会甲咱央行进行例行性会议，就总体经济甲汇率政策等问题交换意见。央行强调，是甲美国财政部单独进行汇率变磋商，央行并不是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的成员。联合声明甲台美对顶关系谈判无关系。现在美国的态度就是，亚洲的市场的货币呢，几乎都是贬值居多，那这个对于美方的汇率来讲，可能会有一些压力。分析师认为，央行主要是要消除外界疑虑，提升金融汇市的稳定度。要拿外资伫台湾的操作，主要是汇率，过来则是股市。市场也预测后礼拜股市可能袂亲像前一礼拜波动遮尔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